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Busme Channel。喺上一集我哋講到中巴嘅三門巴士 ML2，反應非常之熱烈。首先多謝大家先，同時亦都知道有好多地方係需要改善嘅，希望今次就做得更加好啦。承接上次嘅主題，今次都係三門巴士，不過就係對面岸九巴嘅，相信都係唔少香港人嘅集體回憶。去片之前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撳埋鐘仔，有新片就會通知大家噶啦。好，開始。九巴第一部三門巴士喺1982年出現，由利蘭車廠提供嘅樣板車利蘭 Olympian 12米。九巴俾佢編號就係 3BL， 佢外形獨特，會有呢個嘅 ECW 嘅車身，三門巴士裏邊唯一一部嚟嘅。你見到佢嘅外形係非常之得意，車身比起其他係矮少少。我哋喺模型嗰度睇一睇啊。初期就出現喺112，後期就調去沙廠。主要行走沙田嘅路線，例如80號馬鞍山路線，例如 87K、86K。我放學曾經都搭過幾次，但可惜翻查咁多本相簿我先發現原來我係冇影過呢部車嘅。咁唯有喺模型呢度回憶翻以前嘅年代啦。作為全球曾經擁有最多三門巴士車隊嘅九巴，主要都係來自兩間車廠嘅，分別就係 Leland 利蘭同埋 Dennis 丹尼士。當中嘅車身嘅設計都有經歷過唔同嘅年代嘅。我哋首先睇下利蘭啦，第一代一共有20部，係 DA 車牌嗰代。你見到佢鬼面罩係一塊長方形嘅黑色，另外路線牌箱係偏細嘅，左右車窗係分為上下兩部分，上邊部分係可以開啟嘅，下邊就係緊窗。呢種設計嘅車窗就冇需要特別咁樣加條扶手啦。去到第二代係 DB 車牌，一共有20部，你見到嘅車嘴都係一個長方形黑色，不過就偏窄嘅。而至於左右兩邊嘅車窗，亦都變成咗全幅咁過嘅，中間就要加設呢個扶手啦。同樣地都有20部係屬於第三代嘅。第三代嘅設計亦都係我最中意嘅一代。當時一出嘅車牌就係 DD 車牌。首先車嘴黑色嘅部分變得幼細，而路線牌箱亦都擴大咗。唔單止咁樣，佢亦都係第一批嘗試使用呢一個嘅電子路線牌嘅。喺中後期先開始更改成為布牌同埋後期嘅膠牌。車窗亦都轉為咗湖水藍，非常之吸引。記得以前響5號、101、102同89A 都會見到。到咗最後一代就係最多嘅數量係達到100部。車牌就係由 DJ、DH 去到 DK。除咗車嘴有特別改變之外，佢車尾嘅太平門亦都由一隻細窗變成為一隻大窗，而有部分批次亦都配合咗一啲新嘅抽風系統。喺巴士停低嘅時候，呢啲抽風系統就會開着，好似一啲風扇將外邊嘅鮮風抽翻入去車廂裏邊。唔知大家有冇呢個印象呢？Dennis 亦都提供咗3部嘅樣板巴士 ，Dennis Dragon 12米俾九巴使用，編號就係 3N。呢3部係配有亞歷山大車身嘅。不過就只有一道落車門，要去到 3N4 正式量產嘅時候，就重新配搭過，配咗刀普車身，加埋九巴12米訂車嘅標準3道車門。第一代車牌係 DA 至 DC 開頭，一共係有40部，牌箱都係細牌箱，巴士迷就稱呼佢做國寶龍。第二代就係 DD 同埋 DE 車牌，外觀嘅設計分別不大，主要都係車窗變咗做湖水藍。同埋路線牌箱擴大咗，整體更加醒神嘅。到咗最後一批，一共98部車牌就係由 DJ 去到 DK。呢張相你可以見到上一代同埋今代嘅分別。外觀上邊其實咁多代嘅巨龍都冇乜大變化嘅，細節就有少少變化。例如你會見到車頭頂部嘅通風口延長咗。同利蘭一樣，車尾上層嘅太平門亦都加大咗嘅，當中
亦都有部分咧係配有風機系統嘅。喺服役嗰10幾年嚟，三門巴士行走過唔少嘅繁忙路線，例如101、102、104、106、111、112、116等等嘅。三門巴士亦都可以喺油尖旺呢啲旺區經常出現，例如1號 A、2號、5號、6號、9號等等嘅。仲有部分冇鐵路接駁嘅地區，例如23、26、27K、42、荃葵青嘅38、42C、42A， 佢哋亦都陪伴住香港嘅城市發展，例如新市鎮嘅建成，例如沙田就有80號、89A 同埋48號行走呢啲三門巴士。到咗後期，馬鞍山同埋將軍澳陸續入伙，人口大增嘅時候，裏邊唔少路線都派駐咗三門巴士行走嘅，例如馬鞍山嘅89C、89D、86K、87K， 將軍澳嘅690、98C、98D。至於第一個擁有巴士轉乘站嘅城隧，好多路線呢都派駐咗呢一個嘅三門巴士嘅噃，方便市民上落轉車。例如路線 43X、46X、48X 同埋 49X， 相信呢佢哋都係滿載住大家唔少嘅回憶嘅。呢批載客量咁高嘅12米三門巴士喺退役之後呢，依然大派用場，有部分成為咗九巴嘅訓練車隊，部分利蘭 Olympian 12米就會運咗去英國同埋非洲嘅加納，延續佢哋嘅生命。當中運去英國嘅巴士呢，已經三門不載啦。我哋 YouTube 揾到呢一位朋友拍嘅片，你可以見到有部分改咗做單門或者雙門，佢哋主要成為咗校巴，接載唔同嘅學生返學放學嘅。想睇多啲呢，就記得去佢 channel 睇下啦。到咗近期，佢哋嘅消息已經越嚟越少。據聞有1、2部喺英國收藏咗，而最近亦都發現喺法國嘅 Paris 附近揾到其中一部 3BL 嘅蹤跡。喺 Airbnb 呢個網頁裏邊，你見到佢最近全車變為灰色，裏邊已經改裝咗成為一間民宿。我哋可以睇下裏邊嘅裝修，相當之雅致嘅。有興趣嘅朋友真係可以 book 翻幾晚，再見下呢位曾經來自香港嘅老朋友。除咗外國，九巴亦都保留咗一部三門嘅 Danish Dragon 12米嘅。最近呢，喺呢個維園嘅巴士展嗰度亦都有展出，我亦都揾翻呢部巴士喺2年前另一個展出嘅片段，作為今集結尾，等大家一齊回憶下過去啊！